怎么不理我了？听到我什么事了吗？我又说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吗？你觉得我又做错什么？我们好好说吧。别人误解我，我通常不理会，这次你误会我，我挺想解释的，但若是你也跟别人说的一样，我觉得我也没必要解释了。我累了，我现在连解释的力气也没有了，我的价值我自己给，干嘛活成你要的？不需要你认同我，不需要。我不是冷漠，而是我知道你也很忙。就不用解释，根本不用解释，不用解释。别人误解我，我通常不理会，这次你误会我，我挺想解释的，但若是你也跟别人说的一样，我觉得我也没必要解释了。我累了，我现在连解释的力气也没有了，我